教往经营，国王取入死亡时，数用亲友不随身。事故无论至何处，夜入深隐。什么？尽随护。啊。因此，现在所造的善恶业，虽然不会立即现前其果报，但任何时候也是不会毁灭。所以在《教往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，如果是国王到了死亡的时候，你的所有的眷属、所有的大臣、军队受用，一个都带不走的。像比如说现在的，他活着的时候，就像一个国家的总统，就像美国总统今天要去哪里，去一个国家什么地方的话，所有的人都会说美国总统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国家，但是不会说他的行政院、他的国防部长什么什么什么都什么什么要去什么地方，根本就不用讲。美国总统去哪里，他的所有的这些眷属都是一同到达这个地方的。他的车、他的飞机，什么都是自然而然，就不用说要怎么准备什么，就根本就讲也不用，谁也不会去问。总统去了，然后总统带着谁去，或者是什么人，谁也不会去注意旁边谁的谁谁谁，根本就不需要的，自然而然的。但是死亡的那一天呢，它有那么大的威力，但是死亡的那一天只有自己所谓的我要换一个地方，连自己一生当中最珍爱的这个肉体都没有办法带走，只是自己就是孤苦伶仃的，然后就进入在中阴的过程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只有能够随着我们走的就是善跟业这两个的因果，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东西。因缘聚合时，各自将感受其果报。如百业经云：众生之诸业，百劫不毁灭。因缘聚合时，其果定成熟。又如功德藏云：高空飞翔金翅鸟，虽暂不见身隐现，然于其身无离合，因缘聚合定现前。例如，好，这个解释呢，就可能不用特别多的解释，我们就接着念的话就可以。它就是接下来写的就是它的解释。例如，金翅鸟在虚空高高飞翔时，它的身影虽然没有现出，但是并非没有身影。鸟类在天空飞的时候，它自己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身影。声音听得懂啊？但是并不是它没有声音，只是它看不到而已。它在高空，它的身影就是离它太远了，所以呢，它自己看不到而已。最后，无论它降落在哪里，黑乎乎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它那里。所以它最后降临在哪里，它的身影还是在它的身旁，离不开。所以就像这样，我们所造的业跟善的这两个果报，也是随时随地都是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但是永远也不离开我们的。同样，所造的善业、恶业的果报，虽然暂时不会现前，但是最后不可能不降临到自己的头上。不仅如此，
即便是断除一切业或障碍的佛陀和阿罗汉，也要感受自己的业果，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众生呢？哎呀，从前舍卫城的塔吉波国王率领军队向释迦族所居住的城市进攻，杀了8万释迦族人。这时世尊也头痛起来。众弟子请问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世尊回说：往昔释迦族人做渔夫时，捕杀了许多的鱼食用。一天捕捉到2条大鱼，没有立即杀死，把它们系在柱子上。那2条大鱼由于干燥辗转翻挑，他们俩心想：我们没有罪过，这些人却杀害我们，将来他们无罪时，我们也要杀害他们。愿其愿，他们就是内心的一种发愿。也如此，什么越过2条鱼，转身越过2条大鱼，转身为帕吉波国王。 2条鱼转身。帕吉波国王和马拉洛大臣所杀的其他鱼转身为他们2人的宾主。今天把释迦族的人都斩尽杀绝了。我当时投身为渔夫小孩。当我看到那2条大鱼感受无法忍受的干燥之苦而辗转翻挑时，就笑起来，以此业感今天头痛。如果我没有获得这样圆满的功德的，那么今天也将被帕吉波国王的军队杀死。此外，世尊脚上刺入酱香木，是以前做菩萨时杀害短毛黑人的业果。哎呀，师尊的声闻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，也是由于业力所感，以遍行外道杀害的。目犍连和舍利子2位尊者经常前往地狱和恶鬼等恶道去饶益有情。一日到了地狱界，看到外道的本师引光能源死后转生于此地狱，正在感受各种痛苦。他说：“2位尊者如何返回人间？如果返回人间，请告诉我的弟子们，你们的本师荧光能源转生在地狱中，遍行宗派，没有沙门的善行。沙门的善行唯有佛教内道才有，我们的宗派是颠倒的教派，因此你们应当舍弃自己的宗派，随学释迦佛的弟子，尤其是你们将我的骨灰，等一下啊，骨灰做成了灵塔之后，每当供养时，炙热的台鱼就会降落到我的身上，因此不要供养我的灵塔，是吧？
仪塔仪塔二位尊者返回人间后，舍利子先去向外道转告，但是因没有前世的因缘，所以外道们没有听见。目犍连后来问舍利子：“你有没有把银刚能源的口信转告给他的弟子？”舍利子说：“我虽然说了，可他们什么也没有说。”目犍连说：“他们可能没有听到，那我去说吧。”于是前去转告银刚能源的口信，外道们听后非常愤怒。这个人不但责难是吧？对的。责难我们，而且还诽谤我们的本事，因此便喊来外道诸众是吧？对，徒众什么殴打目犍连，他的身体被摧残的如苇草一般。如果是以前，哪怕是三界是平常，他的神通是最大嘛，所以就如果是平时的话，他就是那些恶道，他可能算都不会算什么，就是三界轮回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怎么说呢，损坏他，所有的众生就这一处，也是连他的一根汗毛尖不能动摇，何况被这些骗行外道殴打。但是当时由于往昔业力成熟，甚至连幻变都想不到，又何况说显示神变呢？就好像与凡夫没有差别。事后，舍利子用法衣将目犍连的法体包起，背到支陀园。舍利子说：“我的好友目犍连死去的消息，听也不愿意听到，何况亲眼见到他死去呢？”于是舍利子有众多阿赖汉一起先趋入涅槃，紧接着目犍连也趋入涅槃。那么舍利弗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要用他的法衣包住目犍连的身体。那个当初可能目犍连好像没有断气吧，那舍利弗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不想神通？”他就是说根本就想都没有想出来，连想都没有想过。那些那个外道的人打他的时候，就他想要神变的那种想法都没有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过去的因果因果呢，就是这些他是快要进入涅槃的罗汉，已经成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但是也是要感受到因果的果报。释迦牟尼佛也一样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了佛，但也是他的还没有感受完的这些也是必须得要感受的。那如果是世尊他说的一样，如果是他没有成佛的情况下，那还是一样的，那一天又会死一次呀。
本则连着扛着我。